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大魚頭條，我係主播 Amy。2年燒40億，馬雲曾經睇好嘅生意無人超市涼咗。2017年繼 OFO 共享單車撲街之後，無人超市嘅概念橫空出世，好快席捲中國。短短5個月嘅時間，138間無人零售公司陸續成立，開設咗200間無人便利店，貨架數量2.5萬個，總投資額達人民幣40億元。佢運用先進嘅智能識別技術，令顧客購物全程唔使排隊結賬，從入店挑選商品到離店，成個過程一氣呵成，大大咁樣節省咗時間，仲可以24小時不斷營業，無論係凌晨定係深夜，都能夠滿足顧客嘅購物需求，真正做到全年無休。而且從運營成本嚟睇，減少咗人工收銀環節，能夠大幅削減人力開支，同時降低照明、冷氣等因營業時間靈活可控帶嚟嘅電源成本。但係邊個都估唔到，呢個曾經被資本睇好嘅無人超市，涼得比共享單車仲要快。從2018年初開始，虧損、欠薪、高成本，一直都糾纏住無人超市。一啲公司開始執笠分店，無人零售模式基本宣布破產。2年時間，高達40億人民幣投資化為烏有。2020年之後，曾經紅極一時嘅無人超市，幾乎無聲無息咁消失咗。相關企業關店嘅關店，執笠嘅執笠，資本紛紛離場。只有當潮水退去，先知道邊個喺度裸泳。呢句名言當年用喺共享單車身上，而家用喺無人超市身上都係一樣嘅。互聯網經濟又一個泡沫，喺無數資本湧入呢一場燒錢大戰之後，而家嘅無人超市只剩低一鍋粥。無人超市嘅慳電源成本令到顧客輕鬆購物，點解短短2年時間就消失咗？呢種商業模式問題出喺邊度？無人超市第一炮響起2016年。當年美國零售巨頭亞馬遜推出無人便利店 Amazon Go， 雖然只係喺亞馬遜西雅圖總部供員工測試，對外唔開放，但係開創咗一種即攞即走嘅全新零售模式。2017年，無人超市股風吹到中國，7月聲稱唔使揞荷包、唔使揞手機就可以買單嘅無人超市淘咖啡正式開業。作為馬雲首間無人超市，淘咖啡一時間門庭若市，風光無限。各大媒體相爭報道，吹鼓新零售。無人超市唔單止型，更加係新零售業嘅新機會。無人超市嚟咗啦，再唔努力你就冇工打啦。無人超市係一場技術嘅革命，未來3到5年，實體百貨店將面臨前所未有嘅大衝擊。跟住躁動嘅資本開始湧入無人零售呢個新嘅噱頭。京東、蘇寧及各路資本紛紛捲入呢個風口，賓果盒子、F5 未來店、小賣鋪、星便利、高高等打住無人零售旗號嘅創業團隊，好似雨後春筍咁湧現。喺馬雲打響第一槍之後，僅2017年，中國無人零售貨架累計落2.5萬個，無人超市累計落地200間，累計融資超40億人民幣。當年雙十一期間，杭州無人超市創落3000人次入店紀錄，一度令到業內認為收銀員就要失業啦。無人超市點樣實現？主要分為3個技術流派。第一個係人工智能流派，以 Amazon Go、阿里淘咖啡為代表，運用機器視覺、深度學習算法、傳感器等技術。呢種技術最符合無人超市嘅概念，只需要入門前掃碼識別身份，入門減嘢，直接出門就會自動扣款，但可靠性同穩定性都唔太有保證。第二個係 RFID 流派，即射頻識別技術流派，以賓果盒子、羅森日本無人店為代表。RFID 係較成熟嘅無線通訊技術，最早二戰期間，英國皇家空軍用佢識別戰機敵我。RFID 主要由電子標籤同閱讀器組成，物品裝備電子標籤進入閱讀器有效識別範圍，閱讀器就會讀取信息，門禁卡、ETC、圖書館自助借書機、快遞包裹等都會用到 RFID 技術。無人便利店裏面，商品貼有 RFID 標籤，就可以將一籮筐嘅嘢放入結賬機器裏面，唔使逐個掃碼，機器自動會算價格，刷碼付款就得啦，體驗都算係絲滑。但係缺點就係標籤單個成本高，大量商品識別率低，需要經過數碼區。第三個係數碼流派，便利蜂、小魚微店等門店用呢一種選好商品之後，逐個數碼賣單。
本質上面將收銀員工作移到顧客上面，勞動並非係消失咗，只係轉移咗。喺各路資本設想中，無人超市係一門好有搞頭嘅生意，但意外嘅係短短2年，無人超市幾乎全軍覆沒。當初開店有幾快，後面執笠就有幾猛。2017年7月，上海首間無人店賓果盒子開店僅1個月嘅時間就宣布關門。要知道啊，賓果盒子啱出現嗰陣時，曾備受諸多資本嘅青睞。其創始人2023年更有被限制高消費新聞流出。同年佢接受採訪嗰陣時直認，無人便利店風口已經過去，我哋而家轉型做社區新鮮。曾經被資本睇好嘅無人貨架，眾多品牌好似多米諾骨牌咁樣冧低。2018年，星便利裁去咗60%嘅 BD 人員。5月，7隻考拉停止貨架業務。同月，全果小米融資擱淺，發唔出工資。6月，全蝦米執笠。10月，小閃科技申請破產清算。至此啊，轟轟烈烈嘅無人零售模式基本宣布破產，40億就咁樣燒晒。無論無人超市、無人便利店定係無人貨架，從出道嗰陣時眾受矚目到而家無人問津，用咗唔到2年嘅時間，佢哋嘅問題究竟出喺邊度？無人超市最初開始降低成本，結果就遭遇到重創。睇落去唔請店員的確係能夠節省人工，但實際節省嘅係成個運營當中幾乎係可以忽略嘅。舉個例啊，普通便利店嘅人工費一般係佔總支出嘅不到20%，真正燒錢嘅係租金、水電費同埋物流等固定嘅開支。無人超市唔係話可以慳返呢啲錢，反而因為引進技術增加咗新嘅負擔，自動識別設備、人工智能系統同埋大數據平台建設都要好使錢，前期投入唔少，後期維護同升級都好少銀紙。同傳統店請幾個店員費用相比，無人超市嘅成本更加高，而且無人超市其實未完全做到無人，清潔、補貨、配送等工作依然係要靠人去完成㗎。呢啲隱形嘅開支加埋，令到無人超市運營成本越嚟越高，開一間蝕一間成為咗常態。更加慘嘅係成本高，令到商品價格跟住漲。為咗彌補技術投入損失，無人超市定價通常比傳統商店貴。顧客入到店裏面見到同樣嘅零食賣貴咗，自然就轉頭走人啦。成本管理出錯，直接動搖咗無人超市嘅經濟根基。如果話成本係內傷，顧客體驗就係外傷。雖然無人超市強調科技感，但係呢一層靚外衣下藏住一大堆煩惱。相比傳統店，佢哋嘅缺點太明顯啦，冇咗店員，貨架管理變難題，熱銷商品成日缺貨，過季貨就堆到滯銷。想買新鮮水果蔬菜，品類太少，根本就係冇得撈。購物時間有疑問，如果商品位置使用方法冇人可以問，全程只有攝像頭同埋感應器，流程新鮮但冰冷，令到顧客好唔自在。尤其啲中老年客戶啊，數碼入門、結賬出門，操作太複雜，試過一次就唔想再嚟啦。相比傳統嘅便利店，無人超市服務近乎係零㗎。傳統店員會幫你揾嘢，得閒嗰陣時傾下偈、吹下水，顧客能夠感受到人情味。無人超市抽走咗呢啲得分冰冷嘅機器同埋空洞嘅效率，顧客新鮮感迅速咁消退，復購率低到癲。零售本質係為咗顧客提供服務，無人超市偏偏失去咗核心。無人超市多數開喺居民小區，想搶便利店市場，但邊個小區會缺便利店？夫妻店同小超市扎根社區多年，價格親民，品種多，仲可以賒賬傾偈。無人超市根本冇競爭力，商品種類冇特色，價格仲貴。除開業嗰陣時，大家貪新鮮去睇下邊個願意長期幫襯。仲使講啊，而家網購同埋外賣都已經將慳時慳力做到極致，點個外賣直接送上門，比自己去無人超市方便得多。線下購物嘅顧客通常中意熱鬧氣氛同埋真實嘅服務，無人超市偏偏將呢啲去咗。呢種需求錯位，暴露咗佢對市場嘅誤判，想用技術解決一個並非急需嘅問題，卻忽視咗消費者真正嘅需求。方便、抵買、多樣化，呢啲先係零售業贏得顧客嘅秘訣。但無人超市一樣都冇做到。呢2年風頭雖猛，最終卻落得貨少價高、令人心寒嘅下場。本質上面，無人超市想用做減法、慳人力、創造價值，而超市類消費場景做到成功嘅，往往係靠做加法、增加體驗、留住顧客。總而言之，科技技術歸根結底係要服務人嘅真實需求，再型嘅概念都只可能係皇帝嘅新裝。人嘅生活總需要溫暖、驚喜，甚至一啲意外嘅插曲添彩。無人超市呢一頁已經翻咗過去啦。